大家好，一起来看天气。纵观昨天到今天白天的降雨情况，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，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出现。最强降雨集中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。昨天下午，扎兰屯的部分村镇发生了短时强降雨，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。今天白天降雨云系和区域盘踞在我区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。今晚到明天，东部地区的降雨还会持续，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，并伴有雷电大风和短时强降雨。其中，呼伦贝尔市的西部会出现中雨，西南部有大雨。受持续降雨的影响，今天内蒙古自然资源厅和内蒙古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，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地区发生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，其中扎兰屯的风险性高，为橙色预警，提醒有关部门要加强防范措施，当地民众要注意防灾避险。明天全区大部的空气质量较好。明天夜间到后天，呼伦贝尔市的西部、东部还有通辽市的东南部有小雨，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到大雨，其余地区降雨停歇，晴热回归。阿拉善盟的西北部明后2天会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。呼和浩特晴13到29摄氏度，空气质量良。巴彦浩特晴16到28度，空气质量良。乌海晴15到32度，空气质量良。临河晴14到30度，空气质量良。包头晴14到29度，空气质量良。鄂尔多斯晴12到27度，空气质量良。吉宁晴转多云9到25度，空气质量良。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2到27度，空气质量良。锡林浩特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，空气质量良。赤峰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，空气质量良。通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，空气质量良。乌兰浩特雷阵雨21到27度，空气质量良。海拉尔小雨16到21度，空气质量良。满洲里大雨15到19度，空气质量良。